嗨，美丽的星期天，哇，今天呢，我的一班凯仔啊，好朋友啊，开心婆啊，他拿很多海鲜给我吃，我讲我不会煮，不要紧，我来你家煮，好啊，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，来开始啊，看他们怎么样搞。哎啦，那这位就是 NONO， 我们的大厨，来打个招呼。我们美丽的阿芬，哇，这样多啊！什么啊？切大头虾，哇！我吃进来顶个顺哦。好，还有生蚝，明虾，哇啦！来解冻是吗？打啦，对，我们现在解冻。哇啦！打啦，然后等下还有鲍鱼。还有鲍鱼，你看一下。鲍鱼。哇！你擺發達咯！哇，當我生日啦今日。定係 Jack 翻拿埋東西。燜豬肉比較喜歡，燜豬肉我試它。來，不要干嚼它啊！就這樣我們等吃就對了。雕片。猪肉焖了一个晚上。燜豬肉，不能哎，可以加點蛋去烚熟啲嘛？都得。做點我去拿蛋。燜豬要加2粒葱啊，日料啊！哦，要燜多久啊50分钟。50分鐘要20喎。香茅、風乾葉是麻風乾葉啊，tomato、番茄，咁香啫啊！辣辣下去。咁香辣辣啦呢個。哇啦！第一道菜好了，哇，这个45分钟了咯。好的。OK 了吗？这个 OK 了，可以。OK。用到危险啦。哦。它里面有一条它的粪在拿出来的。哇，以前我们没有拿的哦，连粪都吃下去的哦。哦，看到。哦。木薯粉还是番薯粉都可以，捞一捞。哦，不要太熟是吧？太熟像我这样哦。太老了，鬆色啊！哇，what is this 啊？一鑊素。哦。carrot 啊，同埋呢個荷蘭豆。哦，花菜。花菜這樣子分開的。真係大頭蝦刺晒我啊！哇，还有这样多东西哦！
哇！海鮮餐啊！哇老，咩鬼啊？九大簋？九大簋啊！阿三片兒生意，藝生意，太嘅生意啦！開餐啦喂！我的。